原來呼吸都係可以瘦嘅喎。我第一堂上完之後翻去，我係好大感覺，就係成個肚呢度係緊晒咁樣咯。跟住我就覺得哇，我有希望啦！因為我陀 BB 嘅時候咧，其實係個肚係超大，咁所以咧腹直肌分離得好犀利啦，腹部外面、內面內臟啦都係會有下垂同埋鬆弛嘅情況出現嘅。咁所以嗰一刻我就覺得，我一定要重拾翻呢個運動嘅習慣啦。咁嗰陣時就即刻諗翻起 SmartFit 就過嚟 join 咗呢度嘅 Pilates 嘅產後修復課程咯。我第一堂上私教嘅時候，導師就要教我點樣去呼吸，我就發現原來呼吸都係可以瘦嘅喎。原來呼吸咧係可以將我成個肚向上提升緊緻，係真係有呢個效果。我第一堂上完之後翻去，我係好大感覺，就係成個肚呢度係緊晒咁樣咯。跟住我就覺得哇，我有希望啦咁樣，所以就有堅持咗3個月到而家。導師再幫我度咗之後咧，成個肚呢個位係瘦到7 cm 嘅。咁我度嘅時候就發覺哇，好 surprise！身為一個媽咪，我都知道大家係好忙嘅，將個 focus 係放晒喺屋企啦、BB 啦，有好多嘢要處理。咁但係我覺得媽媽都要諗一諗自己嘅。如果即係大家都想即係同我一樣可能係重拾翻自信啊同埋健康嘅話咧，我覺得大家可以踏出第一步，去嘗試揾適合自己嘅運動，跟住一直咁樣堅持去做咯。做媽咪都一樣可以即係 keep 住一個好靚嘅體態啦，一個好健康嘅一面嘅人咯。咁所以大家媽咪加油！